104 Minuet in C 係屬於巴洛克時期嘅歌。咁呢首歌要注意節奏穩定，保持3拍嘅舞曲感覺，手指要靈活，避免拖泥帶水啊！力度要柔和，要營造輕盈優雅嘅氣氛。105 Plaintive Waltz 係屬於浪漫時期風格嘅歌。咁要保持住華爾茲3拍嘅節奏，要好流暢好 smooth 嘅表達。呢首歌要好輕柔得嚟，又要有少少憂傷嘅感覺，力度控制要好細膩啊。咁 pedal 係需要用到嘅，但唔好拖太長，換 pedal 要小心啊。106 Fever 屬於拉丁探戈風格。咁呢首歌彈嘅時候節奏要好明顯，帶出探戈應該有嘅感覺。呢首歌要好熱情好感性，力度變化要好細緻，所以手指要好輕巧靈活，營造旋律嘅舞動感。